啊，愈后壁吼愈精彩哦，等搁刷落去，最后咧有一个人赛比赛哦吼。来，即摆所表演的是咱在地扭阳国校的跳绳啊，跳绳啊表演啊，来开始，谢谢。这是个人的花式跳绳哦，个人的花式跳绳。跳绳可以防止骨质疏松。他们招式积极多变化，个人花式就结果。我在本校参加过教育部102年度全国各级学校民俗体育竞赛勇夺跳绳组8项冠军以及3项亚军。我们请我们台北的柳英国奖给他们掌声鼓励鼓励。谢谢他们。今天中秋节哦，9月27号，好凉快啊！104年民俗体育比赛荣获跳绳组的4金3银的佳绩，国奖。国小团体花式跳绳的冠军。好，我们感谢我们台北柳英国小带来我们的花式跳绳，来增加我们的柳营代谢的动态哈。应该非常感谢他们参加我们这次104年的由王公演绎地震大会创完场无忘记301。跟绳子可以看，头脑要好，反应要快，受得了还放松。我们请我们的业务组长到你的主演。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哦，看，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！哦，小朋友在看啊。来换位置。好厉害！我小二就这么厉害。哦，厉害厉害，好棒好棒哦！
由于我想给他们掌声回归，感谢他们这次的精湛的演出，非常的感谢。棒啊！厉害啊！长曲的团队，今天第二场关于了歌手李高强和这个长裤的团队，送了高强。最大的鼓励，他们会越跳越好，表现得越好。非常的感谢我们这些小朋友。来，让大家给他掌声鼓励鼓励。哦，厉害，棒啊棒啊！有人国小啊，掌声鼓励鼓励。哦，对表的交叉跳。厉害啊！后边我这边比赛，咱的比赛这个比赛，他们陆续到了我们的现场了。
八哥的电话，好厉害！你们中间花式啊，多人组的跳绳哦，啊，黄高亮推起来哦，这么简单哦。八哥呢？哦，八哥换位八卦。两个两美女，啊，你看到他跳绳哦，跳这个哦。老师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哦，好棒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跳绳跳这么好，好厉害！跳绳跳得这么好，好棒哎！不帅。八卦都办得很好。